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5月初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专心活课。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听叹到军队摩西出埃及过红海，抵抗对敌，因所活课的就是咱昨所讲的，摕到迄个上帝的同在啦、同行啦、甲保守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，虽然有上帝带领，但是因却毋是足专心咧活课啦吼。经常来埋怨啦，违背上帝的旨意啦吼，所以伫真短的时间就会当到的这个应允之地呢，却开40年久的时间。最近一个民间的单位咧办理活动，伫登记完成定活动的地点的住宿等等的安排了后，有的人就临时搁退订吼。造成主办单位的困扰啦吼，因此伫即个后一摆的人呢，即伫办活动的中间去用列做观察的名单啦。即种的情形就好像亲像迄个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，伫咧军队上帝即个路程的中间呢，颠颠倒倒吼，所以就开搁较济的时间。箴言第3章第5节到12节，安尼讲，要专心活课上主，毋通活课家己的聪明啦。伫你一切所做，拢要尊重伊，伊会指点你的路，毋通看家己最有智慧，要敬畏上主，离开歹事。安尼，恁的身体就会勇健，恁的筋骨就会勇壮。就用你的财物甲一切透水的土产来献互上主，你的七仓就会满满，酒窟就会有新酒满起来。我的囝毋通看轻上主的管教，嘛毋通厌恶伊的责备，因为上主责备伊所疼的人，亲像老爸责备伊所喜爱的囝。司提反提到伫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路程的中间，透过摩西领受着上帝的吩咐，起造会幕，后来嘛起造圣殿，这拢是照上帝所吩咐的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上帝并无需要人手所做的厝来徛起，但是人却是需要坚定的倚靠上帝，这是确定的。会幕、圣殿、礼拜堂，只不过是为着人会通来组织敬拜上帝的一个所在。使徒行传第7章44节到56节，咱的祖先伫旷野有见证上帝同在的会幕，就是上帝对摩西讲话时，指示伊照伊所看到的模型来去做。后来，咱的祖先承接这个会幕，上帝对因的面前甲外族赶走，因占领迄个土地以后，才甲约书亚将会幕刷去遐，一直到大卫的时代，大卫有得到上帝的欢喜，通求上帝准伊为着雅各会加找一个徛起的所在。毋过后来为着上帝起圣殿的是所罗门，其实至关的上帝并无住伫人的手所起的厝，亲像先知所讲，主讲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点。恁要甲我起什么款厝？倒位是我安息的所在？这一切皆毋是我亲手所创造。恁遮尔固执。恁的心意耳孔毋听，恁甲恁的祖先相像，不是咧反抗圣神。倒一个先知无受到恁的祖先迫害？有言迄个公义的仆人来临，遐的人拢互恁害死。
当恁诚侪出卖搁杀死迄位仆人的人，恁对天使领受上帝律法的人，竟然无遵守。因听到司提反这个话非常受气，对伊加牙切齿。毋过司提反互圣神充满，举头看天，看见上帝的阳光，嘛着对耶稣伫上帝的正边。伊讲：恁看，我看见天开，人子徛伫上帝的正边。诗篇102篇第1到17节。请兄弟家己来研读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请帮助阮伫人生的路程中间学习来专心倚靠上帝。求主请做阮一生的引带者甲阮同在同行，保守守护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